近日，本港受到強颱風白海豚嘅外圍下沉氣流影響，天氣極端酷熱。天文台錄得最高36.9度，打破自1884年有紀錄以嚟嘅高溫紀錄。而上水更飆升至39.8度，創下1980年代設置自動氣象站以嚟嘅新高。不過，勞工處嘅工作暑熱警告就持續停留喺最低級別嘅黃色，引起市民關注。勞工處處長許澤森就話：喺今年4月已經改良咗警告嘅啟動機制，原本預期今年夏天觸發高級別警告嘅機率會提高，承認系統敏感度仍然有改善空間。咁所以我哋自己同我啲同事喺星期六、星期一，我哋睇住嗰個即係溫度變化嘅時候呢，我哋發現嗰個工作暑熱警告嗰個級別咧冇跳到，咁我哋都好多問號嘅，自己都就當然我哋要睇一睇個系統本身佢嗰個即係內在設計有冇地方我哋係仲可以令到佢更加個敏感度更加好一啲啊，同埋切合嗰個即係天氣變化嘅需要啦咁。許澤森解釋，本港嘅工作暑熱警告建基於天文台嘅暑熱指標，雖然涵蓋溫度、濕度、風速，仲有熱輻射，符合國際標準，但為咗適應本地濕熱氣候，將溫濕度比重調高至80%，導致系統喺烈日曝曬，但通風良好嘅情況下，出現低估熱壓力嘅盲點。我哋嘅嗰個指標咧，對一啲濕熱嘅情況咧，佢個敏感度係高啲嘅。但係相對嚟講，因為呢個係一個比重嘅問題，咁所以佢相對於直接嘅暴曬下邊嘅熱輻射嘅嗰個比重，佢有相對嚟講會比可能其他嘅制度下邊佢會個比重會低一啲。咁呢個都係我哋而家睇緊嘅其中一個角度，就係話我頭先講，去到一個整體溫度相對高嘅時候，我哋需唔需要做翻一啲功夫呢？就係平衡翻呢一個喺個比重上邊個側重點側重多啲喺嗰個即係濕熱悶熱造成嘅嗰個健康風險嘅嗰個制度上邊。許澤森話：未來嘅檢討方向將會着重於平衡各項因素比重，並證實正係認真考慮研究引入多軌制模式，包括根據特定氣溫直接觸發警告，同埋下調監測站嘅達標門檻。署方承諾將會聯同天文台，透過科學實證進一步優化機制，目標喺今個夏天乃至今個暑假內完成，盡快為戶外勞工提供更適切嘅暑熱保障。